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洪泰山道日今中昼在高雄小港登陆，高雄屏东地区出现14到15级强阵风，民众是徛袂在，也厝挂飞起。家人的雨是真大，有土石啊放落来，冲到真家厝。12点钟内，随风的雨水量是全台湾路上济，淹水淹到脚头区。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今透早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目前屏东地检署已经介入调查。讲到这洪泰山道是今仔中昼12点40分的时阵，伫高雄小港附近登陆，这风雨是变叫。气象署指出，讲这个洪泰登陆了后呢，高雄屏东地区出现14到15级的强阵风，民众是徛袂在，要这铁厝的厝挂呢，规片予风安尼掀起来。飞走了！看到厝顶互强风是规个挽起来，民众叫出声。山道日毋那是造成雨势，一阵一阵的强风破坏力是真惊人。画面内面小火车是海来海去，后一秒就直接互透风扣甲变过去，互人看一个是真惊。加速伫警方的协助之下脱困，共款惊险的还有遮。警员伫大风大雨内面，甲受伤的查某人挨出来。高雄小港有警卫电，互大风吹甲倒去，造成警卫受困。警方接到通报来救援，好甲再干那手骹擦伤。我高雄软体园区站车路顶悬是乱七八糟，毋那路顶风吹甲转去，一大片铁皮是直接缀伫路边停车的小客车的车顶，车阳顶互透风是扣甲动害，敢若剩红灯继续咧闪尔。强风靠过去，路边停的乌托邦拢东倒西歪，甚至有人骑车骑到一半，直接互风吹甲倒去，看起来真危险。这是发生伫中华路成功路口，几下骑乌托邦拢倒咧涂骹，因都看到搁较侪是路边倒去的树仔，搁撼着路边的车。虽然讲风雨真大，但是嘛是有人因为要看医生，不得已骑车出门，嘛有人要过车路，所以因为风伤头等1点外钟。会甲教去啊，我袂当，我袂当行，所以等几点钟。点外钟注意来，我就还阁唔敢过。我要去大东边啊，会啊会啊，慢慢啊骑啊，无法度啊。规涂骹拢是脆玻璃，透风大雨直接灌入来室内。高雄一间大楼41楼的窗仔门，被风吹甲破去，镜头转去高雄的生意饭店，25楼大厅的灯具嘛，一直海来海去。另外，阁游客嘛讲风台是真恐怖。同款是饭店的惊险的画面，高雄汉来大饭店，后山道日的透风一直扣，看起来玻璃门都要破去啊！饭店7、8员工做伙用马身挡门，抵抗强风。山道日造成大风大雨，袂当大意，那风速是破纪录，嘛互高雄一直传出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洪泰山道里伫咧高雄登陆，这高雄港口货柜呢是互风扇甲东倒西歪，连超过10栋重的这个电轮架顶设备也互风淹到。前顶渔港呢也有10外只的渔船这大艘长机流去到高雄港，港务公司赶紧派人去把这船拖倒转来，避免造成危害。船已经飘到外边了，是不是？来往外面飘来。迄阵长南是流去高雄港的航道，洪泰山道日的强阵风破坏力是真惊人，就算船只事先加固嘛，袂堪咧强风一直靠。前电渔港至少13只渔船长南流去高雄港，港务公司较紧到3工。我们有派港勤拖船在渔港的堤口那边关注那个船的情况，因为不要让它再往航道这边飘啦。因为原则上那个船还是会协助拖回到前镇渔港里面啦。后壁阁有6只船长南，港务公司先派拖船封锁前顶渔港的出入口，避免渔船流去上港的航道，造成更较大的损害。环球海事嘛派出1只拖船，伫前顶渔港附近的水隙介护。未看咧透风大雨，港区内15米悬的电轮架就安尼倒去，看起来真危险。不过阵风的威力阁唔那安尼尔。货柜直接风吹到路中去，边仔的货柜嘛东倒西歪，包括第7货柜中心，高雄港区内真侪所在拢出现货柜互强风扣甲倒去的状况。就连中港机械公司伫75号码头的射探机嘛风吹甲倒去。另外，风台扣起来超大影，共款惊人。差不多有5层楼这么悬的大影，是直接下过高雄港洲际2期西海堤。风台伫高雄小港区登陆，造成高雄港区真侪状况。好甲在初步通报是拢无造成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基隆，这基隆的雨由原是真大，车山真侪所在拢淹水。基隆的调河计袂出是溪流共款，当地的威德病院水也拢灌入来，附近的人家厝呢1楼、2楼有土石啊放入来，冲入去人家厝内面，民众是赶紧得离。另外，这基2路、信5路附近也因为一直落大雨，这水一直跋倒退。过5楼后阳台看，后边边看的土石一直落落来，大树啊连滚倒落去，土石还佫冲入1楼社区面体，山坡风台为家人带来惊人雨量，车山造成真侪土石冲入面体在前，亲像调河街这社区的面体，除了雨土石流入侵，土水还佫冲入地下停车场，消防人员赶紧调派抽水机协助排除，受灾住户也赶紧收拾简单行李撤离。4点外迄个时间，就小可树啊，伫放者咧，小可两三丛啊，树啊落啊，落咧是到头拄啊9点外开始，规个就拢落啊，拢下。居然说怕上面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先离开了。那个议员已经有讲过了，我们这里就先这里啊，我们要先离开了。调河街这所在灾情严重，街路正做好，当地为着病院和土水灌接部分楼架地下室，医方将病人带到1楼以上安置。市府赶紧调洪水洞帮，防止土水一直冲入院区。最深的时候到脚踝的地方，那么前2波都没有挡起来啊。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挡水板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第3波。西城市场顶地连续出现积水的情形，雨一直都一时无法倒退，尤其亲像基2路、信5路，因为雨势伤过急，排水袂赴，不到半点钟，积水严重。基隆市的雨势又上修了，是可能会到500这个毫米。那500毫米那是非常大的雨量，所以我们提醒市民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因4路这边提出现山坎土石放落情形，市长谢国良到现场巡视，闻到真高加速比车主户暂时撤离。因2路这个边体也有同款的灾情，也是经过规暝大雨，透早就发现土石冲入去厝内，市府会赶紧调派机构清理。不过因为一直落大雨，土石有继续放落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看山来看到瑞丰，讲到这瑞丰的雨水量犹原是真惊人。12点钟来累积雨量呢，就338.5毫米，是全台湾落雨量上济所在。瑞丰车头附近的街路也传出着淹水灾情，有民众表示讲，这水是淹到脚头躯遐悬，这垃圾水拢灌入到人家厝，家具也拢浸水啊。今早起又搁落一阵真大阵，这水随搁淹起来。大片土石沿山壁摄落来，泥流甲倒去树啊挡半边的路，这是新北市瑞丰高港后边的瑞丰街。因为规暝大雨，车山透早被砍线有放落去，警方赶紧封锁双向道路，公所调派乌头机赶紧抢通。大概清出一条可以供1台车通行的空间啊，只是现在这个我们应该会持续把它继续的清理，看能不能尽速把这边给抢通，盖帆布上去之后，它通行会比较好。高浪的瑞丰头街前一暗同款传出灾情，根据气象署统计，迄时阵是雨量达到80毫米，雨量伤过济，排水系统无法度排水，水捌淹到大人的脚头区，土水也灌入民众厝内。膝盖，对。昨天那个水是来得很快吗？对啊，很快。心疼，大家都很心疼啊。就都没办法退了。多久没有淹这样这么夸张？哇，好多年了。民众户内收拾厝内底浸烂物件，不过车山也是大雨一直落，搁一摆淹水。水利署特别对瑞丰区发布一级淹水警戒，有民众翕到瑞丰车头的铁轨路拢予黄色土水淹掉咧。瑞滨街附近水沟啊大板楼，搁将水沟挂冲开。另外，根据法庭头前的大牌水也完全溢出来，大街正做河流。但是我头前水边有种船，看无啦。雨水一直冲，瑞丰新丰里强庙后山顶落落去大石头，弄破厝顶出现一个惊人的大坑。好在迄时阵无人伫庙内无伤亡，不过有人赛车经过水帘洞附近，发现山边出现真强的水墙，提醒经过居民爱注意。瑞芳在过去12个小时里面，全台雨量下最多，总雨量12小时里面达到338.5毫米。尤其到了现在这个时刻里面，已经下到将近500米。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部分台客用水的水防居民已经请公所协助安置，已经撤离92人，安全阁撤离160人。因为农业部也针对水防上起17条土石流暂时溪流发布黄色警戒，市会继续对原民出路土石流暂时区这片有风性疏散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宏泰来到为咱国内航班今仔日拢无飞，国际航线有一部分是取消，也那海运的部分呢，离岛交通船全部无驶，代替对货列车车班拢暂停。不过这区间车就要看风雨情形做调整。也那讲到这高铁呢，是下晡6点过后开放营运，提醒民众出门进前呢，就要注意上最新的交通动态。飞机伫真高的云内底飞，厦门航空 MF887 飞转来桃园机场。虽然伫空中驶4连续降落，不过旅客拢讲也算平稳，平安转来就好。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么厚的云层怎么下去啊？结果想不到云层下面很快就是着陆，然后一着陆的那当下。这大家放心了。风台天有人坐飞机转来，也有人准备要出国佚佗。虽然国内线的航班全部停航，不过国际线的航班部分正常营运起飞，有的是延误还是取消。今天去上海、台湾来啊，但是已经行程都排好了哈，然后看气象报告都没有说对航班有什么影响啊。国内交通的部分相对嘛调整营运，高铁列车初三下晡6点了后，台中以南搁再行驶，南港站路南甲中央站上北，每点钟各发2班列车。南港站甲中央站尾班车是暗时9点，搁伫暗时10点甲10点半，分别搁加开一班到台中站，每一站拢停的自由座列车。另代替区间车会看风雨状况调整，不过西部、东部对号列车甲南回线全部停开。万年，中华万年。有买到车票吗？怎么回事？我去建车伤久了，我要坐高公海。另外，台北捷运文湖线北南线顶会看运量甲风雨情形，每一班差不多调整人12分。经过公路局的统计，到下晡3点半，拢总预先封路，伫花东甲高滨地区7位山区的路段，离岛159个交通船班是全部停航，提醒民众出门前要注意上新的交通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想袂到，伫咧风台天的时阵，这屏东东港安泰病院镜头早发生火灾。消防局接到通知了后，遂出动46架水灵车去拍火，国军也派救护车来斗3工。导火烧的这大楼内面，总共有324个患者。这场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目前屏东地检署已经介入，要来调查导火原因。病院内底冒烟散雾，医护人员赶紧甲病床顶的患者塞去到外口。这是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初三透早7点40左右，伫咧病院2楼的配电室，不知什么原因火烧。伫咧病院外口是透风落雨，不过也是通看到高高的火焰。1楼大厅甲顶仔骹规个客家拢是患者家属甲医护，现场是乱糟糟。有的人摇咧吊大灯，有的倒眠床，有的患者还阁坐轮椅。有患者讲，想到逃生的时，视线看袂清，火焰砸到，心内是真惊吓。青烟我们知影。青烟你那紧甲你疏散。你什么烟会介大无？烟足大。接到安泰病院火烧的消息，屏东县消防局遂出动46台消防车前往现场，国军嘛派出33人10台救护车来斗3工。导火的地栋大楼内底，拢总有324个患者，医护警消赶紧甲人疏开。火伫咧下晡1点外拍发，拢总造成9个人死亡，其中8个多数是行动不方便的患者，另外1个是机电房的员工。那重症的我们就在前栋，好在我们这边有好几栋啊，所以可以隔离啊。那因为这个是医院，同时也启动了大量的伤患处理机制，还有高频医疗网。根据屏东县卫生局下晡5点的统计，有101个患者转送去其他的病院，其中14个住家护病房，12个留伫急诊观察当中。安泰病院这届的火烧事故造成9个人死亡，屏东地检署已经介入侦办，后续嘛去到现场收集证据，调查火烧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病院，咱来看这家人的中基病院中昼12点半左右呢，公车厝尾顶的13楼青烟出来，消防人员随去救援，发现讲是13楼的电机室导火，随甲火拍花。病院也甲共站楼伫西药剂的病人59个，也有17个重症患者疏开到别站楼，加在这在意外，大家是拢真平安。
消防人员赶到13楼，眼前望烟散雾。车站中昼12点26分，消防队接报家人中间病院发生火警，赶紧到现场随摕热显像仪侦测，发现导火点就伫电机室，赶紧救水线灭火。但是之后有安全门这阻隔开来，而且天花板都有到达墙壁所以有效的去阻隔浓烟的乱窜。宜丰顶礼拜早完成消防演练，人员疏散真紧。伫导火楼站13楼，59个洗油脂的患者拄好交接班，所以唔免开时间备检，直接疏散。港站楼17个内科加护病房的患者，分别疏散去9楼加护病房加急诊室。若是12楼好甲再火昏无清之外，46个患者加医护人员就地避难。目前没有任何的人员的受困的问题。消防局表示，紧急关安全门会当有效阻挡火焰，病院使用的防火材质避免火炭伤紧，有助更较快速控制场面。宜丰嘛认为，平常时的消防演练有助这个紧急事件的疏散。非常幸运，它是在顶楼，所以浓烟几乎没有扩散到病房或是同一楼层。我们平常有定期的一个自我防护、消火的演练等等，那包括人员在第一时间，包括做一些人员的分组。针对当日有紧急洗油脂需求的病人，宜丰安排去情人湖园区进行。卫生局是监督宜丰，要确保洗油脂甲重症患者的后续权益。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这个火灾敢若影响13楼，宜丰是讲损失范围初步判断无大，希望会当赶紧伫礼拜5就会当告洗油脂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花莲南区有一寡便桥，因为这溪水涨起来无法度通过，民众煞掉伫咧山内面。就这爱洗油脂的患者呢，就依西北条路行，想袂到驶咧车就无油啊。另外，苏花公路伫下晡1点开放通行，北回铁路上紧就要等到明仔载早起，才会当恢复通车。这台白色修路车的驾驶是要去油里店洗油脂的倒溪乡石边部路民众，不过已经过所有便桥拢因为溪水暴涨封起来，油表佫害去，唔知车经无油，最后停伫倒福大桥头前等待救援。因台风影响，便道都无法通行，只能不断绕路，最后因汽油不够，困在轴富大桥南端。本所立即前往购买汽油。花莲北区的秀林乡山区雨也未细，3站连外道路予无名溪的土石流引起，村民出入真危险。馆长是真开去巡视。确定还可以过？可以过。昨天晚上有没有很大？没有，我们没有在这里，我们早就出去了。会不会怕那个整个冲下来？就是怕这个。林山之后把那个整个山上的一些土石全部震坏，然后台米台风的大量的水势把它冲刷下来到我们的山站南溪。相互外界关心的苏花公路经过抢修，伫车山下晡1点开放通行，真侪车透早就来等，经过在海路段四界拢能看到放弃的所在。南北那边也有状况嘛，所以我们就尽量往北回了呗。比较大的灾点在崇德164.4K 这个位置滩土方量大概是3000立方公尺。那我们预估今天下午3点抢通。东澳、南澳路段预计是下午1点，然后雨势会稍缓，那我们就会来解除预警性封路。代替北回线因为后前到中途之间铁轨路引起，东部干线对后列车全部停驶，代替工程人员要咧抢修，有够上紧找时再起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推动成立亚洲北约，不过日本的新任外交部长岩屋业昨伊就表示讲，要伫咧亚洲建立承担共同防卫义务的组织，第一时间来是真困难，而且这是中长期的计划。也若讲到这德国军舰昨伫咧新加坡的海军基地瓦港，针对着德国军舰到过捌经过着大海，德国的这海军小将就表示，迄当时中共军舰拢甲因对调调。为何印太地区局势稳定，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是才一摆讲到成立亚洲北约，引起国际关注。不过，互印度泼冷水，讲无想要和别国来结盟。日本新任外长岩屋业初日讲，印太地区的各方状况和欧洲无同，要伫亚洲建立承担共同防御义務的組織，第一時間是真困難。亞洲北約唔是短期計劃。そのことによってですね、抑止力というのを高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今お尋ねのあったアジア版 NATO について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もちろん将来のこの一つのアイデア
としては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時間をかけて中長期的にですね検討すべき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咱老家嘛相信讲，日本面对战后以来上严峻的环境，要和北韩中国深化合作。严老家强调讲，日中关系是全面战略互惠的关系，希望会当较紧来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另外，就破部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双方重申强化美日的各项合作。我们反而要看的就是美日两边的一个合作性会是如何，或者是说美国是不是有下什么指导棋给这个日本？那日本新首相他当然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任之后，或者是这个当选之后，他一定要跟美国有一些接触，去了解美国希望他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就破部关心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的海巡军舰7月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开始联合训练。即摆日本新政府上路，台日敢有进一步各方合作的机会？学者分析，嘛是要看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另外，德国军舰巴丁虎艇堡号巡航舰，顶个月13经过大海了后，初日是停泊伫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受到热烈欢迎。指挥官讲到，德舰通过大海的时阵，中国军舰是一直对，搁真侪摆用广播来警告。They stated they have let us know that we are not welcome, but we actually exercised our rights to operat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we exercised our right for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So obviously they were there, they shadowed us, but they didn't really infringe with the operation. 舒尔茨讲，中国表明南海、东海拢是因的领海，不过德舰用行动宣示航行国际海域的权利。学者分析，中国军舰一直共对的做法，目的是要向国际来展现因伫大海这海域受制海权的。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继续发布强风特报，提醒台南以南就要注意11级的强阵风。半暝风雨犹原是真明显，特别是新北一个基隆，就要注意大水雨。目前这3道离风台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了。气象署也预告讲，伊会继续减弱，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3道2风台登陆高雄小港了后，带来强风大雨。伫登陆点带来超过13级的强阵风，虽然地形破坏，伫初三尾仔嘛减弱为轻度风台，不过风台间也清楚看会到。中心位置是伫高雄北北东风，向北慢慢移动。北风可大伫苗栗以南、花东绿地也甲平湖，对于桃园以南、南投也甲宜花东地区构成威胁。气象署讲，风台所带来雨会持续到拜5再起。它的眼大概在高雄这一带附近，而且在它中心附近都还是有旋转的特征。它还是维持一个轻度台风上限的强度，而由于它的强度还是比较偏强，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还是持续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气象署统计，24点钟内风台带来强降雨，新北市瑞丰龙山里逢甲路已经突破570毫米，滨东县顺义乡嘛持续落雨，累计超过460毫米。高雄市仁武乡大社区落雨量超过400毫米，大东县卑南乡雨也是真大。风台登陆了后，环流向北转，气象署提醒新北市、基隆市爱严防强降雨。台风在台湾的附近，降雨情况依旧明显，因此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在南部跟花东、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是要持续注意这种降雨的情况。气象署统计，到尾仔嘛，基隆站累计落超过367.5毫米，已经打破1980年当时东北季风为基隆带来单日351毫米的雨量。虽然风台登陆了后，未来会继续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不过水汽未这么紧散。拜5东北部甲大台北地区也是有局部性大雨，其他地区嘛还阁会落短暂阵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3道2今仔日中昼呢，对高雄小港登陆，再来真侪风雨。今下晡盐埕高山就开始淹水了，这高山山路是规条袂输是溪流迄一样。水淹到上悬的时阵，居民讲有够一笔血深。也有居民讲，顶一届开辟风台来淹水的这家具就还袂拼了，想袂到今嘛搁再淹咯。若讲到这12级的强风，也甲这自强山路的新光银行大门规片陷落来。黄色的土质直直流，看到真惊人。高山沙路规条淹甲变高山河，货车伫咧风雨中撩水驶过去，轿车就无遮尔好运，规台高路掉伫咧水里。高山沙路挖进扣水池边啊，茶山圳规个涨起来，沿路的人家厝嘛做大水，上悬淹甲1米。居民真无奈，讲顶届7月开辟风台才淹，家具拢还袂拼了，即马就搁淹起来。
了迄层嘛，因着水真解无淡掉，即解搁淹落去，差不多温度。大47吨，即解同大。因为3到2风台，规个高雄拢是大水库的警戒范围，车公河落袂停，盐埕区嘛淹30公分才悬，有民众根本袂赴欢迎。啊，一个啊看着尔，就已经继续伫咧用水กู้抽水，就希望雨莫搁落啊！有民众提早3天，甲风水门倒起来，才无淹着。差不多到大腿遐，就是无顶摆遮悬啊，但是即摆嘛是有到大腿。毋拿做大水，平均12级以上的风力，嘛互高雄自强3路新光银行的大门规大片拢渗倒变形，边仔的门规个拢吹破去。坚定林新4路的路树，乌多摆倒几排，就连电扶梯的铁片嘛拢渗了了，市区的招牌嘛拢平平落来。即届3到2升等高雄真严重，等风雨过，市民要准备好好啊整顿。记者民警邱兆阳高雄报道。洪泰3到2的暴风圈开始刷向北啊，伊中昼是对高雄小港登陆，却因为这个速度看数是真慢，对这屏东山区还佫沿海乡镇造成真严重的风雨影响。亲像这西雅乡的南回公路有所在崩山，也那滨高公路有一寡路段因为淹水赶紧来封路。邦寮、东港也佫这新园顶乡镇也拢传出着淹水，甚至是失电的灾情。东港往回小琉球的船帮呢，已经是3天无驶路，民众也开始烦恼讲，这物资会无够用。石流慢慢流下来，整片墙已经倒下来了吼。高伫暗头卡哀叫，洪泰山土耳地屏东山区路大水后，西乡内西步路车衫出现土石流，当土壁绑起，去对着车甲狗，民众赶出动怪手来刷掉。走山啊！土石大面积连落来，擦边公路边的工程车，南回公路大东往屏东方向过上流处，因为大雨绑起封路。沿山公路、滨河公路往邦寮水底寮路段，大范围积水封路，警方到场管制，禁止通过。要过啊咧！我无到断去啊！屏东沿海强风大水后，邦寮够大影，前一天互大影冲绑起爆发，用亲自马上甲太空包踢掉咧。暗过大雨地数84溪开水不动，溢出爆发，又互中山路排水沟出现雨水，龙山顶真侪村头出现淹水灾情，宜宾道的水浸到大腿，民众是真无奈。都淹水啊！车差多是农业车系大楼造成海水倒灌，东港新高大排。边仔延平路为半暝淹到早起8点左右，民众干那用撩水行，退掉了后大雨，后部分路段出现积淹水。早上还好，现在越来越大。风大甲机车用牵的，赛车民众热心到场感挡风。东港新横者沿海乡镇有大水河出现12到14级强阵风，之前看到吹人气的看板甲大范围积淹水，强风大水河佫破坏电线电缆这设备。东港新横甲小琉球等地一班4000户停电，台电人员无风雨全力抢修，暗过受灾毋若本岛。风大，过来日啦，所以这车的问题就拢成问题啊。小琉球大风大雨14级强阵风，互民众根本毋敢出门。交通船因为风台停驶几啊天，互居民烦恼物资耗尽，部分地区停电更加严重。今日希望风台赶紧走，降低灾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天灾地变，咱做人是无多主动，干那会当预防。一个风台来到位呢，这台东的沙仑溪溪水涨起来，水拢淹到车路去，造成大王村的人家厝淹水。因那南回公路要崩山往回台东屏东，捌受到阻碍。另外，武林家的另外道路，这路基搭落去，目前是先封锁起来。因那讲到这大埔渔港，一个富山河渔区，要真侪水流差。走山啊！到底工程车头前山坎向绑落，土石大面积连落，路就连续倒落去，路都淹去。公务局的人员先把我们车子挡住，等了大概不到1分钟，整个山坡地就整个往下，土石流就往下冲了。向绑落伫车山的坡2点外，路线是行南回公路外伊屯路段，意外看到惊险场面，也互南回登去，台东往返屏东路未通。大雨路边线，台东的沙仑溪也变甲正路个岔流，毋那土石冲向路边，冲害农舍，还有客家也受灾殃。家已经被淹水了，那个东西也都坏掉了。我早上会提起来一哭，我说
我们再努力就好了。讲到后天，大王川山区灾民虽然是前几天已经警备撤离，但过未放心出来，就惊损失惨重，也希望政府加协助。目前各区域已经进驻抢修，初步已经得到控制。日本温泉区的电路桥卡甲款因为大水后发生土石流冲起木柜溪，也紧急管制。刚那个土石流有没有看到？有啊，很大啊，上游坍方啊。武林高头前英灵路大面积消失，路基旁6个扩大溪水不定溢流，心量湿地也淹起。已经先拉两边封锁线。强大雨势也雨水流查，冲入港区富康渔港有南山的大埔渔港规片拢是，三湾海水浴场沙坡加富港河溪区也拢是。漂流木多，它就撞击到那个我们故意的那个车体被。离岛淡水东会超市街啊，空，无两种都装性，无法度补回，生鲜物资拄到欠缺的问题，都要单纯运过来。仓储就是因为乡公所没有承租给我们，所以那边没办法放库存。风台山火尔对台东影响真大，为交通环境、民生经济、居住安全各方面拢受严重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趁钱有数，性命爱顾。讲到这3道2风台，全台湾是连续2天停班停课。咱来看这新竹科航园区，因为这公司内面呢有这个机器爱24点钟一直跑，着员工着爱伫咧风台天去上班。劳工处提醒讲，这风台天公司若准需要员工来轮班，着爱照规定。公司着爱考虑到员工上下班的交通安全以外，也袂当要求员工一定爱来上班。原本逐工上班时间拢会塞车的新竹科学园区，因为风台来停班停课的关系，路上的车是比平常时减真多。虽然全台歇风台假，不过科学园区内底有一群人，风台天同款爱为着台湾经济来打拼。通常台风假的时候，依照人事行政局，我们就是跟着放假。但如果是遇到必须就是你的工作岗位是必须一定要有人在，或是需要轮值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请员工考量自身的交通安全。当天如果你到职的话，我们是加给加班费的。不过，也有人感觉风台天公司要求员工去上班，但是发生危险，谁要负责？台风就够危险，还要上班。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就要自己承担。新竹市劳工处指出，依照规定，风台天公司要求员工上班，上重要是爱先评估员工上下班交通安全的问题。员工若是顾虑安全，无法度去上班，公司袂使强制要求员工一定要来上班。宣布停止上班，这个时候雇主不能将劳工视为旷职、迟到，或者是要求以事假或其他假别做处理。那也不能强迫劳工补班和扣发全勤奖金、解雇以及相关不利益的处分。台风期间要求劳工必须要出行工作，那应该事先评估危害，那并提供适当的工作防护的护具、交通工具等安全措施。另外，风台假不是假的概念，那因为风台来出门有危险，头家甲员工先讲好，爱员工踮厝内上班，也是合规定的。风台天上班除了科学园区以外，警消人员、台电等等相关人员，等到爱无用救灾、修理，拢是为着让社会会当继续正常运作，辛苦的一群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这气象署的气象预报拢是24点钟的，那准当到这风台时阵，预报小组对发布这海上风台警报了后，就开始无休啊。这风台警报期间，平均一天是困无到5点钟。目睭红红，看起来有点仔忝。气象署干片记者吴婉华依然保持专心，为初三下晡2点40分的预报记者会做最后准备。这一天，伊阁是透早3点外起床，准备资料做图卡。台风警报开始以后，我们台风的整个小组，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台风警报一发布到台风警报解除才会离开。好，所以我们整个作业团队大家是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但当然这是我们的工作。
虽然讲是工作，不过风台警报一发就踮伫厝内。那当时厝内底无后援，气象署表示会调配。陆警发布了后6点40分第一部，到报名11点40分最后一部。这场记者会过去一人负责一天，今年改做2人轮班，较袂遐尼忝。每个台风都有它不同的特性，像之前曾经当过班的巴马台风啊、天平台风，事实上都有它的不同的特性，也常常在水里待很久，而且它们移动都不快，所以也都有很多复杂因素影响它。那这次台风也是一样，我们就会很有耐心的等待整个大气的状况、台风的状况是不是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参考指引一样那样子移动。吴婉华讲，这摆天气有倍经验，无法度好做到下一摆。同款的风甲雨也未发生伫同款时间甲地区，这份工作挑战性悬，有真侪变化。不过算是较趣味，希望搁较侪少年人投入。即马山土尔严重，要解读海景，团队沿小可休困者沿转去。记者综合报道。风台302对高雄登陆了后，在南部地区风雨也开始变大。不过，讲到这粒风台速度呢，无紧，袂输是久咧所共款，而且伊会走向真歹预测，真正是9月台无人知。高雄的第二路风毋若真大，强风透甲树枝直直落落来，路边的倒仔也风吹甲冰冰去。这是下晡时啊，风台拄位高雄登陆现场的状况。南部地区已经连续放3天的风台假，这届风台302是行了有够慢，伫咧南部的海域坐过6天，到拜四中昼的时阵才来登陆。会使看到南部地区高雄、屏东陆续出现严重的灾情。面对这届风台行的路草真多变，真歹暗算，也互人想到一句俗谚：9月台无人知。过去咱应该有一个俗语讲啥物9月台无人知啦。伊中秋过去了后吼，这个太平洋高气压慢慢减弱，这个时间吼，北平有一寡冷空气可能发展出来。即马呢，毋是搁爱注意讲，太平洋高气压这个强度安怎变化，另外搁爱注意讲吼，搁有这个北平的这个系统的影响，所以风台伊这个落差的变化就较大。风台未来安怎行、安怎变化，讲法嘛有几大款。日本甚至预测讲会倒头退。气象专家是认为，登陆了后，因为弄到中央山脉会继续减弱，将有可能会伫拜5中昼左右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伊若减弱，其实对咱台湾的影响是就会减轻，特别是咱这个风的这个影响会减轻。雨水的部分，因为这个低气压伊共款甲风台拢是反时钟安尼伫教咱台湾这个中央山脉，所以伫花莲、台东这边山区的这个雨共款佫会继续。专家也表示，风台弄到陆地强度会减弱，但是游玩要注意后续有大量的雨势。加上北海岸、东北角地区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雨水也会较高。提醒民众，随望风台的强度有减轻，出门嘛是要注意安全。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全台湾已经是放连续2天的风台假，北部着民众讲，因为2天无变本数啊，着民众开始烦恼讲，若准明仔载呢，会继续停班停课，本数就无所在通好度啊。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假使拜五继续放风台假，因会看情形，看这拜五敢是要出来收本数无？因为这2天那个垃圾车没有来，还有那个就是回收车也没有来。社区管理员甲大量的粪扫处理好势，等风台结束，粪扫车来就会当随时等。北部的风台假对拜三开始，台北市的民众一定2天无等粪扫。有载客人车甲做服务业的民众讲，希望拜五会当正常上班，希望生活恢复正常。希望明仔载会当上班啦，粪扫会当赶紧人送出去外口面，无就去下口面啊。粪扫部分还是可以尽量可以解决啦。他们有的时候胶结冻起来，可是冰箱有时候放厨余又不好，所以还是用尽量来沥干啊。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拜三本地就无咧收粪扫，拜四因为风雨收大，无方便等粪扫。拜五若是继续放风台假，环保局就开会讨论，看是毋是会提供粪扫车的服务。但是若搁放风台假的话，阮暗时会去看这风雨的状况。阮暗时差不多8、9点，阮会宣布有要收粪扫。台北市环保局嘛提醒民众，风台天雨水较济，粪扫一定要做好分类。若是有积水的水卡仔，一定要休好打，避免盲汤洗脱。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疾管署表示，顶回开辟风台了后，新增加80例类鼻子的病例，其中有13例死亡。这风台过后，也是类鼻子的疫情高峰。提醒民众，风台过后就要变好清气，避免感染。另外，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伊本人无出国，也无去到疫区活动，目前正在调查伊的感染源。环保局甲卫生局人员当地进行社区生态源的清除，因为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个天狗日的确定病例，个案是住伫文山区70多岁男性，9月底陆续出现发烧、筋膜痛疼、胃胃的症头。就医采检了后，10月初2确诊，不过个案最近无出国，嘛无去新北的中和新店区活动，感染源也有待查清楚。确诊个案都没有出国哈，那所以我们也会在加强调查他的活动地，包括他的居住地，还有平常活动的地点有没有可能的滋生源。3度2风台来除了爱预防天狗日，嘛爱注意类鼻子疫情。疾管署表示，强风大雨较会予土甲透明膏内底的类鼻子杆菌现出来地面更较会传播，尤其是南部民众伫风台过了后清理环境时阵，爱挂嘴暗清护仪这防护措施，以免伤口接触，也是受到污染的土沙造成感染。不过，如果是慢性病患的话，就可能会有持续的发烧，甚至出现肺炎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上次台米台风之后到现在，我们是累积有80例的这个本土个案，那当中也有10多位病患是不幸死亡，绝大部分都是年长或者有慢性病的患者。疾管署提醒，类鼻子常常看到的症头，包括发烧、头痛、皮肤烂、颔棍、看哈啦等等。若是出现类似的症头，请赶紧就医。另外，风台过了后1礼拜是天狗日风地的关键期，请民众一定都要落实巡导清路，防止天狗日伫社区摊开。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台南市文化局这2天要彩排台南400的年度大戏《风调雨顺》，不过这阵的主办单位已经把这舞台搭好势啊，所以因为这风台的关系，有一块工课去牵着，因也按时按时会赶工处理，让大戏会当顺利演出。台南阵风刺激，风势嘛不止啊大，甲大架顶悬的乌布吹甲摇摇飞，工人趁雨风较细，赶紧去调整舞台顶的设备。这是台南市文化局为着采购台南400年度大戏所搭的舞台，不哩个煞拄着风台来扰乱，整个舞台搭好势，大用3天的时间，佮剩无偌久就要开演，因惊整个拆掉会袂赴。主办单位只好暂时甲受风便的所在降较低咧。受风的所在，比如讲厝顶拢甲降较上低的所在。好，那包含全部的乌布，因为咱的舞台爱美观嘛，规乌布咱拢甲收起来，用加工会受风。主办单位用1天的时间来筹备《风调雨顺》这出戏，伊要用几何建造的科技形式，讲一段台南400的故事。目前到达表演者因拢也未伫这个大舞台正式做彩排。导演按算初3暗时赶工甲设备先款好势。无论如何，拜五会先上台做彩排。影响，阮当然袂互影响演出伫台顶的效果。要毋过就是阮爱做有大胆的心，爱甲所有工课爱伫足短时间内全部拢甲顺完。所以是咧讲台南这片土地为西拉雅、地心宫、甲清朝、日本，到即卖中华民国伊的这历史的演变。台南400年度大戏，这礼拜六暗时要伫南营日都省盛大登场。表演团体毋望风台通赶紧走，互整个活动顺利进行，嘛互观众有无共的观演体验。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中华县传统表演艺术车古镇保存者施条勇，伫这个月初1过往，才到93岁。伊伫咧1983年开始投入社区营造传授车古镇的基基。文化部也会颁发奖用证，感谢施条勇艺师伫咧车古镇这项无形文化资产的付出甲成就。中华县传统表演艺术车古镇保存者施条勇艺师，伫这个月初1过身，才到93岁。伊自细汉就缀老爸学车古镇表演功夫10层，生动活泼的唱曲、押韵趣味的歌词内容，真有观众的喜欢。大家拢认这位2撇喙手的，只要施条勇出场，大家就有笑声。阮去台北做吼，我一家做迄个新名的，伊敢若麦克捏起来安尼讲的尔，规个谱仔咧叫，伊咧讲的足紧的，啊，佫连续安尼，佫
搁有迄阿音啥物安尼，大家听到拢足介意安尼。因为做这车股的头前吼，生意真好，一摊搁过一摊。阮是缀阿爸较喜欢这种迄个，所以就一直爱饲这家庭。车鼓阵除了人车鼓，重要的是小戏的表演。石雕勇艺术有法度家己编戏、家己演，话戏功夫嘛真厉害。伊伫1983年开始投入社区营造、传授车鼓阵技艺，伫1988年成立中华好美雅高在地车鼓阵，甲后生新妇全台湾行透透世界表演，嘛真注心车鼓阵的传承。对囡仔吼，甲囡仔做教因敲啊啦，教因迄个骹步手路这过程吼，其实阿公甲囡仔讲一寡话吼，我感觉甲迄个90几岁继续做车鼓阵的这精神，已经不知不觉传啊囡仔。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理事长表示，石雕勇艺术甲车鼓阵结缘一世人，伊总是满面笑容，就亲像车鼓阵的精神，花头喜面，用笑声面对人生，甲快乐带予观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意大利的动物行为学家发现，讲这海猪伫咧耍的时阵会甲喙闭开，看起来就亲像伫咧笑共款。事实上，这是一种海猪啊因伫咧沟通的方式，这其中的奥妙，咱做伙来看卖。水池内底海猪游来游去，定定头拄头微微啊笑，看起来真古锥。暂时意大利比萨大学甲杜林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海猪伫咧耍的时阵会甲喙拍开，露出亲像伫咧微微笑的表情，就亲像咧做沟通。In our study, we have found that dolphins open their mouth while playing, and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ignal. They do that in the field of view of the receiver, and they are also able to mirror the facial expression of others in the so-called phenomenon of rapid facial mimicry. 研究团队用22只人工饲的宽源海猪做研究，记录海猪将近900外个互相咧耍的过程，翕到将近1300个开喙微微笑的画面，而且对比高一只海猪咧耍，甲共伴咧耍，啊，搁有甲人耍的状况，发现92%出现微微笑的画面，是甲共伴咧耍的时阵，伫共伴看会到范围展现。另外，伫海猪看到共伴微微笑的时阵，有33%的几率会伫无到1秒的时间内回应这笑容，甲人类感受到对方的表情，做出反应的时间相同。We had to be extremely patient because play behavior is not so frequent, and it is a behavior that cannot be stimulated in animals, but it is totally spontaneous. So we needed a lot of hours of video recordings. We discarded a lot of videos because animals were, while playing, were in a not good position in order to extract good frames. 另外，研究阁发现，海猪啊微微啊笑时阵，会当搭配声音传达信息，正做非常复杂的交流方式。这研究成果拢用伫册里，透过国际综合型的科学期刊《iScience》公布。暂时研究团队正咧研究其他的物种，像斑点猎狗的习性行为，望会当进一步了解动物是安怎沟通，啊，有正做社会关系。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家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30度。苗栗、台中、中华南投、云林对23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宜阳、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也过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